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視頻號。因為我要返大灣區介紹一啲真正嘅內地法律嘅知識俾我視頻號嘅朋友啦，所以今日好開心咧，就請咗知行中山分行嘅律師阿楊律師同大家傾下偈。Hello，大家好。我係知行中山律師事務所嘅楊春雪律師。阿楊律師咧，雖然睇落就相當年青，不過就好資深嘅。係，做咗幾多年啦？我今年第26年啦。26年。嗯，咁你比我後生好多，因為我就嚟40年㗎啦。喺香港，香港同中山內地嘅律師想講乜嘢好咧？咁我揾咗一個大家都共同有興趣嘅話題，就係物業啦。因為房產對我哋嚟講係好重要㗎嘛。咁內地嘅樓房咧，朋友好中意問我，住宅同商住樓係咪一樣嘅嘢嚟嘅咧？唔係嘅，唔係嘅。因為喺大陸咧，我哋土地又好，房產好，我哋會有性質。咁個性質咧，佢會有區分住宅、工業同埋商住，會有呢3種唔同嘅性質嘅不動產。OK，咁我哋位處海雅繽紛城啊，咁一路都話呢啲咧係公寓或者商住樓啦，或者楊律師諗下講下商住樓其實又可以商業，又係可以住人，係咪可以咁解釋咧？其實商住呢個係以前嘅一個舊嘅概念，即係曾經好多年前咧，我哋嘅商住嘅意思咧就係表達呢個土地上面佢嘅上蓋係既可以商業又有住宅，即係甚至係佢會有個比例可能我有20%係商業，80%係住宅，佢係會有一個咁樣樣嘅過去有咁樣嘅歷史。但係而家我哋所講嘅商住基本上就係指公寓，就係指呢種商業公寓。變咗我住有廚房有洗手間，可以有睡房，係對。唔犯法。有好多呢個公寓，佢而家都係做酒店㗎，即冇錯。即都係可以住嘅，即係有係呢個住嘅功能喺入邊。咁大家就唔使擔心買咗個海雅繽紛城嘅公寓咧，遲啲就話呢度只可以做寫字樓啊，呢度只可以做美容院啊，唔可以俾你喺度瞓覺嗱，冇呢件事㗎喎。咁大家知道未？